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會教大家整一個星形嘅杯墊，做法係兩塊織片喺中間度引拔縫合，然後側邊縫嘅時候再擺棉花，完成咗之後就會有立體嘅感覺。而完成之後嘅大細中間嘅位置呢，大概就有6.5到7度，而最長嘅對角位就係大概有15度左右，而佢嘅重量呢，呢度大概當有40，咁棉花大概用咗10到15g 左右嘅，而一塊織片大概你當有12，咁兩塊織片你預有25g。咁所以只需要用30g 之內嘅毛線就可以完成啦。咁呢度係寫住用8到10號嘅鈎針，咁我係會用7號嘅鈎針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開始整啦。我哋開始做第一圈，第一圈係8個中長針。咁我會翹線先，翹2圈。然後喺呢個位置度撳實，左手翹線，然後拇指同中指撳返喺同一個位置，鈎針穿過去呢2個圈呢度，然後線喺上面，針喺下面。勾線出嚟，然後再翹線一次，再拉出，咁呢度就會有個結。我會喺後面呢一度掹緊少少嘅，掹後面呢個，係啦。然後我會做一個鎖針，鎖針就係翹，拉出嚟，咁呢度就有一個鎖針。然後我一樣會收細少少，收細就係拉後面呢條線，係啦。咁而家我做第一個中長針，中長針就係翹線，然後穿過去，再翹線拉出嚟。而家鈎針上面又會有3個線圈，咁會再翹線。一次過拉出，咁呢度就係第一個中長針，可以喺呢一度做一個記號扣，咁代表係第一個中長針，然後做第2個中長針，翹線穿過去，再勾線拉出嚟。鈎針上面有3個線圈，一樣再翹線，一次過拉出。呢度第2個中長針，第3個中長針一樣翹線，穿過去，勾線拉出嚟，再翹線，一次過拉出。第3個中長針，第4個一樣翹線，穿過去。勾線，再翹一次，一次過拉出。第4個中長針，第5個中長針，第6個中長針，第7個中長針。第8個中長針，我哋會拉出多啲呢度，咁我哋可以數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咁已經完成咗8個中長針。咁我哋要收細嘅，收細個線圈，咁呢個線嘅尾巴，然後呢度會有2條線，
我哋會掹 D1 條，後面 D1 條會喺D1個位置度拉出嚟嘅，咁你就會見到個圈係細咗噶啦。然後再掹線嘅尾巴，咁呢個圈就會收細噶啦。然後呢度頭先係第8針後面呢個圈，咁穿返過去收返細，咁我哋會做返一個引拔，代表第1圈完成咗。咁呢個係頭先嘅第1個中長針嘅位置，咁我哋拎走呢個記號扣。而家我哋做引拔，就喺第1針穿返過去，然後勾線。咁而家有2個線圈喺勾針上面，咁我哋只需要將呢1個線圈穿過去就得噶啦。咁就完成咗引拔，亦都代表第1圈已經完成咗。咁我哋而家做第2圈，第2圈係16針，即係每一個針目都做一個加針，係中長針嘅加針。咁而家我會做一個鎖針，一樣收細少少。而家做第1個中長針，翹線喺返同一個位置呢度穿過去。咁第1個中長針呢一個位置可以做返個記號扣。咁因為我哋要做中長針嘅加針，所以第2個中長針都會喺返同一個位置，一樣翹線一次，然後穿過去，勾線拉出。而家勾針上面有3個線圈，再翹線一次過拉出。咁呢個第2個中長針，然後喺第1圈嘅第2個呢個針目呢度，一樣都做中長針嘅加針。咁即係我做第3個中長針，穿過去。好啦，呢個第3個中長針，然後第4個中長針都會喺返同一個位置。咁樣，之後第5個中長針喺呢度穿過去，第6個中長針都喺同一個位置，咁樣如此類推，每一個針目位置都會做一次加針。咁而家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7個中長針，第8個中長針，第9個中長針，第10個中長針，11個中長針，12個中長針，第13個中長針，第14個中長針。之後第15個中長針，第16個中長針，然後我哋可以數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
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咁呢度完成咗16個中長針，我哋要做翻一個引拔，代表第2圈已經完成。呢個第1個中長針嘅位置，喺翻呢度穿過去，然後勾線拉出嚟，然後再穿過呢個圈，咁就完成咗個引拔，就代表第2圈已經完成咗啦。咁我哋做第3圈，第3圈係一個中長針，再做一個中長針嘅加針，咁一共會有24針。首先做一個鎖針，收細少少，翹線穿過去，勾線拉出，再一次過穿過。咁呢個第1個中長針，然後要做一個中長針嘅加針，就會喺呢一度穿過去。第2個中長針，第3個中長針都係返同一個位置，所以而家呢度係有3個中長針。咁我一個規律就係1、2、1、2咁樣，即係第2個就係一個加針嚟嘅。頭先呢個第1個中長針，然後第2個中長針就會喺下一個位置。咁第3個中長針都會同第2個一樣嘅位置，所以個規律就係1、2、1、2咁樣做。如此類推，呢度一個中長針，然後做一個中長針嘅加針，第1個、第2個咁樣。好啦，我哋可以數下係咪24針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咁一共24針。咁第3圈呢，我哋要做翻個引拔，代表完成咗啦。咁喺翻第1個針呢度穿過去，勾線直接拉出。咁引拔就完成咗啦。我哋而家做第4圈，第4圈就係2個中長針，再做一個中長針嘅加針，咁一共係32針嘅。咁一樣都係做一個鎖針，收細少少，翹線穿過去，勾線直接拉出第1個中長針。然後做第2個中長針，然後做中長針嘅加針，一樣都係如此類推，做2個中長針，然後再做一個中長針嘅加針。咁所以佢嘅規律就係1、1、2、1、1、2咁樣去，咁樣1個中長針，2個中長針，再做加針，如此類推繼續，1個中長針，2個中長針。再做加針，好啦，咁我哋做返個引拔就完成第4圈啦。
我哋開始做第五圈。第五圈係3個中長針，再做一個中長針嚟加針，咁係會有40針嘅。咁做一個鎖針，收細少少，翹線穿過去，一次過拉出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第三個中長針，然後做加針，同一個位置穿過，咁一樣都係3個中長針，第一個、第二個、第三個，然後再做加針。咁樣如此類推。好啦，咁我哋完成咗第5圈。第6圈嘅時候就係要做一個星形嘅邊緣位置，即係呢度5個，做5個。咁第6圈嘅時候就係1個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1個長針，然後會反過嚟再重複一次，咁會重複做啲一組5次，咁呢度係40針嘅。首先做一個鎖針，收細少少，然後呢個位置穿過去，勾線拉出，再翹線拉出，咁呢個就係一個短針。然後做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再做一個長針，長針就係翹線，穿過去勾線，首先拉出2個線圈，然後再拉出2個線圈，呢個就係長針啦。咁然後反過嚟再做一次長針，翹線，穿過去勾線拉出，首先穿過2個線圈，再穿過2個線圈就係一個長針，然後做2個中長針，翹線，穿過去勾線拉出，再一次拉出就係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短針穿過去勾線，再穿過嚟，咁一個短針，咁呢度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個針為一組，咁再重複4次。頭先係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再一個長針。然後反過嚟做一次長針，再做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然後一個短針，一個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再一個長針，反過嚟做一次長針，中長針，
短針。好啦，咁呢個第6圈已經完成咗啦，我哋做第7圈。第7圈就係一個短針，一個中長針，然後做一個中長針同長針嘅加針，然後做2個長針嘅加針，再反過嚟做一次。係啦，咁有60針嘅。好，首先係做鎖針，收晒。然後呢個做一個短針，然後一個中長針，然後再做一個中長針同長針嘅加針，中長針，再做長針喺同一個位置。然後就係2個長針，同一個位置，第一個、第二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反過嚟做一次，2個長針。然後就係長針再加中長針，然後中長針都係同一個位置，然後再做一個中長針，然後短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咁一組就會有12針，咁再重複多4次，短針、中長針，然後加針嚟嘅，中長針先，再做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然後長針加針，第一個長針，第二個長針喺同一個位置。反過嚟再做一次長針加針，第一個長針，第二個長針，然後一個長針喺呢度，再做中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然後呢個中長針，短針。繼續係短針、中長針，再做一個中長針同長針加針喺同一個位置，然後2個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重複反過嚟做一次。2個中長針，再做一個長針。sorry， 頭先係2個長針，然後一個中長針喺呢度同一個位置，再做一個中長針，然之後短針。好啦，我哋完成咗第7圈，咁我哋開始第8圈啦。第8圈就係一個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一個長針，
之後長針加針，然後就係長針同埋長針，咁反過嚟做一次，咁一共80針。首先做一個鎖針，收緊少少。好，第一個係短針，然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然後長針，然後做長針嘅加針，同一個位置都係做長針，然之後就係一個長針同長針喺同一個位置長針，然後就長針都喺呢度，長針就係翹2次，撳實，再穿過去勾線出嚟。首先穿過啲2個圈，第一次，然後第二次都係穿2個圈，咁第3次即係穿過2個圈要做3次嘅。咁而家反過嚟再做一次長針，翹2圈，撳實後面，再穿過去，再勾線拉出。首先穿過2個圈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3次，咁就長針，咁再做一個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然後長針嘅加針，第一個長針，第二個長針，一個長針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短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咁一個就16針，再重複4次。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一個長針，長針加針，第一個長針，第二個長針，之後長針同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長針。長針係翹2圈，然後反過嚟重複一次，做長針，再做一個長針，然後長針加針，喺同一個位置做2個長針。然後一個長針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短針，繼續短針，中長針。中長針，長針，長針係加針，長針同長針嘅加針。首先做一個長針，然後長針，好，長針，長針喺同一個位置，
長針加針，長針，中長針一個，中長針第二個，之後係短針，繼續。好啦，第8圈已經完成咗啦。第8圈完成咗之後，我哋做第9圈。第9圈係4個短針，2個中長針，1個長針，然後係長針加針，反過嚟做一次，一共90針。一個鎖針收緊，然後做4個短針。第一個，第二個，第三個，第四個，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然後1個長針。然後係長針加針，反過嚟做一次長針加針，再做一個長針。2個中長針，第一個中長針，第二個中長針，4個短針，第一個短針，第二個短針，第三個短針，第四個短針。呢度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8針，咁如此類推，再重複4次。4個短針，1、2、3、4， 2個中長針，1、2，然後1個長針。再做一個長針加針，反過嚟做一次長針加針，然後做一個長針，2個中長針，呢個第一個，之後第二個。然後4個短針，好，如此類推。
完成咗兩塊積片之後呢，呢度係一個引拔嘅位置。咁呢邊係面，呢邊係底。咁我會底對底嘅，而引拔位置係跟返引拔位置。然後我會用一個記號扣，我會喺呢一個位置做一個記號，喺最後呢一段呢度一個加針位，喺呢一個針目呢一度。呢個係我自己嘅做法嚟嘅，咁你可以用你嘅方法去對齊嘅。咁然後我反過嚟呢一邊一樣，呢一個加針位會喺呢一度，同呢一邊用一個記號扣連埋一齊。咁樣然後針目就可以對返個針目㗎。咁我哋而家做一個引拔嘅縫合，喺第五段1、2、3、4、5。咁我會喺引拔呢一度嘅隔離呢度穿過去。咁喺後面呢度你都會睇到1、2、3、4、5，都喺第五段嗰度。然後用線準備另一條線，勾線穿過嚟。然後下一個針目，咁你會留意返後面都會喺第二個針目度穿過嚟嘅。咁之後就勾線拉出嚟，然後做一個引拔，呢個圈穿過去。咁呢個就係引拔啦，引拔嘅縫合。然後下一個針目呢度一樣，你都會睇到後面呢個織片會喺下一個針目度穿過嚟。咁然後勾線拉線穿過嚟呢度，一樣做一個引拔。咁樣如此類推，做到呢一度返返嚟呢度，即係呢一度係有40針嘅。咁下一個，只要留意返係同一個位置咁就得㗎喇。咁而家我哋呢就會
縫合呢個邊緣，然後一邊擺棉花嘅。咁其實係可以用一個一樣都係引拔縫合，不過我就自己用針線嚟縫嘅。咁我大概喺度繞一圈，然後再拉多一倍嘅線度。咁我會對齊返。我自己會喺呢一個位置，喺呢一塊嘅織片穿過嚟先。咁後面預留一啲線啦，然後喺第二個位置度穿過去，再穿埋另一邊，咁樣。然後就會喺第三個呢度，即係呢度1、2、3對返齊，只要對齊佢就可以㗎喇。我哋縫咗一啲位置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開始擺棉花啦。咁可能逐少推入去就可以啦。咁已經有啲立體嘅效果啦，咁可以繼續縫。
好啦，咁我哋呢個星形嘅杯墊就完成咗啦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